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雷特表示，即便没有中国的合作，他也会对东突厥散发生的人权指控进行调查。人权活动人士和西方外交官员认为，即便没有中国的合作，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雷特也应该对东突厥散维吾尔人的处境进行调查。有迹象表明，巴切雷特可能已经对中国的拖延没有了耐心。周二，以加拿大为首的45个国家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发表联合声明，指出北京必须允许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雷特和其他独立调查人员立即有意义和不受限制地进入东突厥散考察，并结束对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任意拘留。中国官方于24日发表新版人权白皮书。根据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所发表的白皮书全文，这份白皮书共分为为人民解放和幸福而奋斗、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执政方略、功劳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制度、促进各项人权全面发展、依法保障公民基本权利、推进世界人权事业发展、丰富发展了人权文明多样性等7个部分，共23000余字。关于一直以来备受外界关注的东突厥散、西藏民族等问题，白皮书则声称，中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以领土完整、国家统一为前提和基础，体现了统一与自治的结合，民族因素与区域因素的结合，完全符合中国国情和实际。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报道称，哈萨克人权团体阿塔朱尔特志愿者组织正将他们的视频从 YouTube 转至较不知名的奥德赛网站，原因是他们的部分视频被 YouTube 下架，其频道甚至一度被封锁。其 YouTube 频道的公开资料显示，阿塔朱尔特志愿者组织的频道以该组织和创办人比拉什的名字命名，总共上传12000多个视频，收获逾1.2亿次点击量。部分视频是关于维吾尔人、哈萨克、柯尔戈兹族人声称家人在东突厥散失踪的证词。根据路透社报道，近2个月来，该组织频道上有12个视频遭人检举违反网络霸凌和骚扰政策，整个频道于6月15日遭封锁。太平洋岛国在拒绝华为投标后，寻求澳大利亚协助修建海底电缆。2名知情人士对路透社表示，太平洋岛国瑙鲁正在就建设一条海底通信电缆进行谈判，该电缆将连接到澳大利亚的一个网络。此前，中国的一项提议遭到拒绝。美国及其太平洋盟友担心中国铺设的电缆可能危及地区安全。